吊刀搁加上后骹，哦，这有够水的吼。来，我搁讲一遍啦，吊刀搁加上后骹。来，咱先写一我甲大家吼小解即句吼。吊刀搁上后骹，啊，甲这个吼做啥呢？遐查天火刀吼，这个敢我敢有要讲吼，这个我会小解一下，这真重要吼。拄仔讲的迄吊刀搁上后骹吼，是正讲的，咱咧讲的吼落井下石。安怎讲？一个人伊要去吊刀，你吼无赶紧去甲救落来吼，迄个锁啊无紧去甲套入来，人紧来来注意听这个事吼。吊刀吼，你看到讲人吊刀，啊，搁义父来讲吼，你都爱紧的椅啊吼。咱人，你爱先徛喺椅仔顶吼，将这个人吼先甲吼闪调着吼，闪调着。咱怎么讲上报啊？其实台语就讲闪吼。有无？咱另外像这当阵咱确实嘛是需要讲，我从这个情形要讲互大家了解，讲我怎么要讲啥？上报的台语就是闪吼，啊闪就是用手安尼环绕过去吼，迄个叫做闪吼。你甲闪调着了后，你爱安怎爱甲吼安尼看互悬啦。扶起来，爱甲看互悬咯，啊，好为迄个啥，迄个锁啊吼，通啊安尼迄个溜起来，啊，三做吊刀搁甲上后骹，哦，恁听看卖吼，就讲你无甲救，搁气到害，搁无担紧，锁落去哦，你看伊吊刀吼，伊本来要爬去吊刀，简单讲就是讲吼，有较悬爬无啥会起对无？啊，你搁去甲斗安怎帮他吼？就是讲吼，甲斗抱起来，上后骹迄个上吼是推上去的意思啦，甲塞起哩，甲塞起哩，互伊的颔棍通啊去吊着锁啊，吼，安尼叫做吊刀，搁加上后骹，迄个上就是写咱顶下讲的上水的上哦，迄个上就是浮上去哦，上面的上哦，足重要诶，这个吼，所以咱怎么来麻烦从这句吼，这句甲迄个写一下吼。吊刀搁加上后骹，所以你看，咱这个讲法是不是足水的吼？我拄则是讲吼，原本咱若看到有人吊刀，咱正常的反应是咪一定想要吼甲救落来对无？啊，你甲救的时阵，你是咪爱贴椅啊吼？因为咱关刀无够嘛吼，你贴椅啊去先将迄个人甲闪好调吼，甲闪好调了后，搁甲安怎呢？小可甲闪调了，转互悬。互伊迄个啥颔棍吼，莫有锁啊吼，迄个吼溜调着吼，这是甲救啦吼。啊，但是呢，咱即马讲的迄个落井下石，说吊刀搁甲上后骹，什么意思？就讲看一个人要去吊刀，吼啊，伊可能吼，简单讲就是讲吼，伊颔棍吼，迄个甲吊的锁啊顶悬吊甲袂起哩啊，关刀较无够。啊，讲啊，关刀较无够，无要紧，足简单。我对伊的后骹吼加啥？加迄个吼，简单讲就是。后甲撩调吼，啊了后佫替伊甲塞起哩，塞起哩，互伊颔棍通啊吊着锁啊，吼，安尼叫做吊刀佫甲上后骹，所以这个吼，这个是一个足活讲法啦。像吼同事啊，帮他推上去啊，像我安尼讲是毋是都足清楚？你就知我咧讲啥吼？老师，就问者，咱一般讲上后骹的意思，毋是讲。华语是扯后脚嘛，所以迄个上的意思到底是拉还是扭还是塞起来？就是要用迄句我。伊尾啊吼，将迄个重点放伫讲迄上后骹吼，到底是迄个咱伫讲吼扯后腿吼。我讲吼，迄个基本上伊就是用上面的上吼上即字啦吼。伊的意思，你扯后腿共款哦，就是讲为后骹有无吼，甲迄个吼有个人足要求有无？对迄后骹怎啊吼？我讲简单讲，用手也是讲咱用脚去挂起来，反正拢是甲扶起来意思啦，扶跋倒去安尼啦。迄个做迄个上后骹，所以上后骹的上毋是扭的意思嘛？因为我看华语扯后就嘛，佫甲扭倒落来，所以我一直，所以毋是迄个意思，是讲甲佫个跪互倒，还是讲甲背起来安尼意思？对啦，佫较凄惨啊！来，我简单讲哦，主要咱台语伫讲唱哦，就是动作向上，有无？咱怎么安尼解说？是毋是你我都较清楚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吼，迄个吼做唱啦，吼啊，所以咱顶下讲打水有无？伫古井吼，甲迄个水有无？吼，咱都无吊水桶啊，吊一条锁啊，有无？吼，啊落去了后，啊水吼，
水安怎甲呛起来，把水拉上来，水桶的水拉上来，对不？迄个是毋是叫做呛水？呛水。啊，另外呢，另外咱还佫伫个生活语用佫补充者咱像若春天的时阵，有当时咱的厝内有诶所在确实有迄壁，是毋是拢会呛干？恁应该是捌看过啦。可是咱迄个咱的壁顶悬有迄个小水珠有啊，迄台语咱毋是讲呛干，可是迄个迄个水已经呛伫个壁顶悬，迄个嘛用呛啊，呛干应该有听过啦，嘿啊。啊，像咱啊，迄壁呛干，就是迄个迄个华语讲的反潮，就是伊个壁顶悬有迄个水珠嘛我讲是无清楚对无？啊，做讲若是涂骹涂骹有当时嘛会呛干迄当阵诶迄个情形，咱台语讲凄凄啊，涂骹湿湿凄凄，凄凄就是湿湿黏黏的，你凄真重要迄个来是3点水3点水，搁一个时间的时迄读做凄你遮搁特别小解这字涂骹凄凄这个这字应该是差不多C1、C2的迄个勘结恁会记着涂骹凄凄